再來看下，伫中華的溪湖呢，一個民眾是伫咧網絡打監視器的畫面，伊講有一個青訓的查甫人伫咧騎車經過因兜了後，雄擱駛翻頭來試電鈴，互厝內底4大人甲囡仔呢攏驚一跳，所以趕緊來報警察。也毋過後來雙方去到派出所咧講，才知影講原來這個查甫人就是里長的參選人，迄當陣伊只是想要拜訪民眾爾。畫面中，一位騎電動車的查甫人經過面體，看到有人隨月頭甲車停咧門口試電鈴，因為毋知影對方的身份甲用意，加上當時是暗時9點外，民眾就是拄着歹人要搶劫，隨甲監視器畫面打佇網絡，提醒附近民眾愛注意，引起討論，冇報案處理，尾仔才知影是誤會。經行為人自所說明，戲稱為選舉前往拜票。因此才會有敲門、按門鈴之行為，雙方自行協調，確認誤會，不提出任何告訴。互人誤會查甫人出面駁回，講家己是當地社區總幹事，因為年底選舉，想講要去甲民眾拜票，想袂到發生誤會，互伊真無奈。在地民眾有人講攏熟悉這位總幹事，嘛有人認為若要拜票，確實愛注意時間點。我嘛毋是講專工要去拜訪，喺路過都順順，我是要找阮朋友。啊，今這個代志發生安尼，我家己嘛自己愛檢討啦。社會甲這網友希望到遮就好。啊，若無掛百姓會互誤會無？袂啦，愛到阮都攏有熟悉啊。時間上這較暗哦，每一個人看到都會驚會閃啦。這場誤會最後順利化解，不過民眾嘛認為，即馬詐騙遮濟，若是選舉要拜票，時間愛斟酌，身份嘛愛講好清楚。網絡消息傳真緊，警方嘛提醒民眾看到相關的大文，要回應、要批評、要轉傳，嘛愛注意後續的發展，先查證，才袂互誤會愈傳愈大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